长安伯接旨。臣在。赐长安伯、长乐公主大乐宫成婚，享国礼。陛下，这大乐宫乃是国之圣地，容相虽功高位重，可于规矩不符啊！陛下，陛下，微臣乃外姓之人，如此大礼，微臣不敢受。此乃先帝之旨，还望诸位顺意。等等，我还没答应嫁不嫁呢。这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姐，你哪个筋不对了？陛下，这成婚可是2个人的事。伯爷若是真想娶我的话，不如先答应小女几个条件吧。公主但说无妨。金银珠宝、钱财聘礼倒是不需要，这些我家都有。但是呢，伯爷必须派最好的婚队和马车来接我，不然我可不上车。还有这第一呀，要是有人欺负我，伯爷必须帮我出气，不管我对不对，你都要站我这边。第二呢，我喜欢好看的首饰和衣服，我看上之后，伯爷不准说不。这第三呢，伯爷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人，只能觉得我美。你要是敢看别的女人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珠子。我说，老板，你这女儿是怎么教的？这么霸道？我说谢伯爷啊，我的女儿，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还有，倘若天下太平，我就要游山玩水，你得陪着我。如果战祸再起呢，伯爷还要随我出征，做我的军师。我说公主啊，此言差矣。这成安伯乃是大业相国，岂有出征打仗的道理啊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。公主与伯爷相配，确实是战无不胜。这开辟先河，颇有大长公主之风啊！啊，怎么样，伯爷？若是伯爷能答应，我再考虑嫁给你。要最好的马车和婚队，要花时间陪你，为你出气，还要最好看的首饰。这些条件，容嬷要是无法答应呢？那就恕小女不嫁，伯爷孤独终老吧。花花，万万不可！你所在之处，便是我所在之处。容嬷答应花花，今生只娶花花一人。明日一早，花花在家中静候，容嬷会备下最好的马车和婚队，接花花入宫。